哇！估唔到咧，救翻香港實體經濟嘅咧，竟然唔係旅遊業，而係一碟肉餅飯喎。一間開元朗街市旁邊幾十年歷史嘅普通冰室，俾網民一個無心插柳嘅貼文，做到幾千萬嘅宣傳效果，令到全城瘋狂，甚至內地同其他國家嘅人咧都想嚟香港打卡食肉餅飯啊！但興奮過後，我哋其實係咪都需要反思一下呢？點解我哋要等到一間冰室靠網絡奇蹟先至俾人睇到？香港嘅旅遊業係咪已經跌入咗一種穩陣但乏味嘅困局啦？遊客落機俾人帶去嘅都係規劃好嘅商場、標準化嘅景點同連鎖嘅餐廳，穩陣乾淨企理，但同其他國際大都會又有咩分別呢？遊客嚟到香港最自由嘅特色又去晒邊呢？同埋加上租金啦、人手同埋時代嘅衝擊，結業潮吉出嚟嘅鋪位，變成我哋而家成日見到嘅連鎖店啦、兩餸飯同埋夾公仔嘅鋪頭。香港嘅飲食文化同我哋以前嘅黃金時代比啊，正變得穩陣，但亦變得模糊。肉餅飯嘅熱潮咧總會過去，但我真心希望香港會再次出現多間嘅大堡，等大家有更加多值得去食、去宣傳嘅地方。同時亦都希望租金可以下調，從而令到食物價格可以更加貼近民生水平，令到更加多苦苦掙扎經營嘅老闆同埋老字號有空間生存落去。咁樣我哋自然會多啲出街食飯，更加願意留港消費，等不景氣嘅實體經濟重新有翻活力，